DIC 这个实验测试方法，对相似材料破坏实验完成了全过程的监测，获得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材料破坏整体从局部到整体失稳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标。后续呢，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 DIC 这套系统从实验室环境下面推广到我们的比如说山区啊、矿区啊等等这种第一现场的这种环境。